Hello， 大家好，我係十里銀灘 Raymond， 專做一手房出租買賣嘅，同埋短租嘅。一個沙灘一層樓，二人世界一隻狗。咁啊，呢個樓盤咧正就屬於係南向嘅呢個向海嘅單位，視野非常之好嘅。咁啊，對面望住翻咧就係我哋依家現時嘅海灣大橋啦。咁啊，成個沙灘嘅位置咧喺十里銀灘嚟講咧，佢係相對嚟講係會比較闊落嘅，而且啲沙質咧都會比較幼啲。社區入邊咧本身亦都配套咗一啲些活動嘅場地啦，咁啊包括我哋依家現時見得到嘅呢個兒童遊樂場啦，同埋側邊呢個位置咧有個無邊界嘅呢個泳池嘅。咁呢度都係屬於我哋依家現時交樓入邊有配套嘅設施嘅。咁啊，依家現時大家睇得到啦，就依家現時咧好多啲單位咧就屬於係短租嘅形式租俾啲遊客嘅。咁我哋依家現時上去睇嘅單位咧就係屬於係一個租緊短租期，亦都同時可以賣嘅50零方嘅單位。咁我哋依家咧現時上去了解下先。上咗嚟樓層呢個位置咧，佢係屬於係2批8伙設計嘅。依家現時我哋所在呢一棟咧，佢係屬於係南北通透，而且咧可以睇翻雙面景觀海景嘅。下低咧就屬於我哋依家現時嘅村入邊啦，咁啊好多農家樂嘅，咁啊走地雞啊，包括日常嘅呢啲新鮮海鮮啦，都係全部有齊嘅。咁呢個單位咧，佢係屬於一個50方嘅公寓。融創呢邊設計咧就好過癮嘅喎，入到嚟門口咧，佢會做一個私家花園仔做個開放式嘅。咁啊，可以擺放個洗衣機位啦，或者日常晾曬啦，擺啲雜物都 OK。咁如果假如咧有啲係朋友係需要係先體驗下居住嘅話，其實好似呢種一個月1100蚊、1200蚊嘅單位，其實首選嚟嘅。呢個單位咧係屬於一個50方嘅公寓啦，入門口嘅位置咧就係屬於一個灶台位咁因為佢係屬於一個公寓形式嘅，所以就只可以用翻電磁爐啦，就唔可以用明火。左手邊嘅位置咧就係一個洗手台跟住加埋一個即係一個乾濕區分離嘅呢個淋浴間嘅位置啦。咁啊，成個功能區咧係基本上齊全嘅。咁依家現時見得到咧，就有衣櫃啦，同埋呢個梳化啦、茶几啦、2張床咁樣啦。好似按照翻依家現時咧臨近嗰個夏天嘅呢個旺季啦，日租咧差唔多都接近有成200零蚊到，最高峰嗰陣時去到400蚊都有嘅。咁所以如果假如咧你係有呢種興趣想過嚟呢邊長住，係探下世界、了解下環境嘅話咧，其實呢個單位都係首選，有啲似嗰個叫愛琴海嘅風格。咁因為咧佢就唔係全木風嘅呢個設計啦，咁啊做咗一個弧度有啲似個希臘嗰邊嘅海景。但當然啦，肯定嗰邊環境會靚好多嘅。咁啊 OK 啦，下低嘅位置咧，我哋依家現時睇得到啦。啱先講咗啦，就係一個無邊際嘅泳池咧，再加埋嗰個兒童活動中心啦，再加埋嗰度有個即係拍攝嘅燈塔啦，同埋咧再靠翻嗰頭咧有兒童嘅呢個泳池區啦，再遠少少咧會有嗰個網球場咧，同埋一啲活動地帶咧，咁相對嚟講整體嘅配套咧，其實都日常嘅使用係夠噶啦，日常使用夠噶啦。咁依家現時最關鍵咧就係望向南邊嘅呢個海景，咁啊一覽無遺嘅。按照翻我哋依家現時嘅視覺咧，180度景全部都係海面。咁啊再遠少少咧就係合正東部灣個遊艇會啦。咁啊如果閒咧可以去租下遊艇出下海釣魚去唱 K咁其實都幾寫意嘅。而且家陣咧仲未到最旺嘅時候，咁所以成個費用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性價比嘅。咁啊，依家現時見得到咧，隔離咧呢邊我哋都見得到啦，有啲租客咧，佢啊日常喺度租住咧，寫生嘅又有啦，跟住又做直播嘅又有啦，甚至乎喺呢邊休閒度假短期1-2個月咁嘅生活嘅都有啦。咁所以其實樓上樓下嘅鄰居咧，咁啊都見得到一啲即係比較年輕派嘅群體喺度嘅啦。咁啊，今日呢套單位咧就同大家介紹嘅就1000零蚊嘅呢個月租嘅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隨時 WhatsApp 聯繫我，或者聯繫我嘅大陸電話進行一個詳細嘅溝通，咁啊再幫大家去拍攝下一啲買賣嘅2房單位先了解咗咁多，點個關注先嚟。